歡迎收看福起來吼孔比波，唔知大家知冇吼全台灣啊吼，真幸福又真有智慧係哪隻城市冇？嘿，答案就係新竹市哦。吼孔比波吼，咩家有小幾多嘅流動到嘅新竹嘅法通啊，無論係歷史嘅人文，也係古蹟嘅建築哦，新竹市吼都係獨有特色嘅一個素材哦。故所咧講嘅按道，根本咧吼孔比波多本大家知嘅就係新竹市嘅大法通哦。楊希東門省185年主年嘅法通哦，一下就先來分享今日嘅來賓哦。首先就係新竹市嘅大家長市長許明才市長哈。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新竹市長許明才。好，分享還有另外一位咧，就係新竹市嘅市政府嘅產業鄭豐平鄭產業哈。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市政府倡議鄭繁平。哇，今日啊，吼孔比波真件當難人吼，都得搶到吼新竹市嘅大家長嚟到人嘅，哦，分享。唔講吼，入擺吼就會有搶到市長吼，就特別來紹介一下，也清大嘅法通嘅，就係迎曦東門城185週年咧，算嚟東重咧，係啊，185年係用嚟算嘅咯，算過去就清朝嘅吼。新竹城其實從1718年這個王世杰先賢從我們的這個福建帶他的鄉親到新竹來，那就將近300年。那在這個1733年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在這個淡水同知的這個徐志明的同意之下，他用竹子圍了一個新竹竹塹城。哦，一開始係竹子聽聽的。然後經過60幾年哈，那在1806年的時候，把這個竹子城外面為了防禦海盜，因為新竹市有海盜，所以用土再把它圍起來。然後再到1829年的時候，就變成這個石磚城。哦，所以這個新竹塹其實哈，它是平埔那個平埔族的一個個竹塹，竹塹給海邊的城市啊，在海邊的竹塹的意思，因為大家知道亞哈啦，亞哈大家知道新竹就會知道係風城，什麼風動台啊，風城。不過頭擺嘅時間，其實新竹市係叫竹塹城。給道卡斯族的這個平埔族的一個稱呼叫竹塹。竹塹就會匯順的意思就錯嘅。因為它靠近海邊，所以很多海盜才會有這竹子啊。有這土啊，然後有磚城這樣把它結合在一起，所以3個階層、3個階段。哦，係冇共用嘅就錯嘅，有竹城的階段，沒有土上嘅，還有沙磚省嘅石頭。唔過基本呢個類似嘅係東門省。冇錯，我變咗一類省，聽說就係石磚城的階段。大概就是在1826年的時候，我們那個鄭用錫以前進士，開台第一屆我們開的進士，我們的鄭用錫，他結合了士紳，然後向當時的這個政府提出來申請，所以在1829年的時候就完工，所以這樣加起來就是185年。哇，185年呢，日算來真件係東重嘅一個事，而呢160年嘅時間可能會有東道嘅城門啊，係東道嘅橋啊，經過東道嘅變化安尼。不過東門上係喺都一下行啲存，就還存在這個嘅。因為四個城門啦，是這個三開間，然後這個2層樓的一個這個建築物。故所來做啲嚟可以下嚇，又喺頭擺嘅一類城市咧，其實本單會有西藏門就錯嘅，就係呀東片咧，就係東門，又係韓村咧嚇，又係韓村咧，還有就係南門嘅部分。歌勳係南門歌勳門係嘛？係西門嘅義爽門係。還有北門咧，拱城門，嗰個看起來係細細嘅呢，有清大門嘅範圍啊。以這都城隍廟為中心啊。哦，城隍廟，城隍廟，東門對，以它為中心，所以城就是這個東門城。那隍哈就是這個護城河，以前有護城河耶。哦，你講護城河還在。外圍就錯嘅。外叫河，對。外圍會有護城河。對，這個都城隍也是全台灣位階最高的都城隍。哇，頭擺就會低壓就錯嘅。哇，要中心就會固進呢。基為中心啊，以基為中心。唔過也上來學家下講到，也下就存也東門，也
呀都冇诶，呀三只都冇诶。嗰陣唔家講到誒三隻雞湯做清就可以廿隻範圍，用粥嘅啊，用土啊，用奶啊，還有用沙醬做清就可以廿隻範圍就錯嘅。唔過廿下大家較地道嘅可能會火柴條啦。用火柴條來做一個起始點嘅話，喺屯安你看到中正路看到嘅就可以咧東門就錯嘅。東門又叫迎西門，堂有東後堂呢。對，太陽在那一邊，東邊還東邊，對。嗰時候廿八就貼片味道嘅廿東門上吼，因為傳到廿一年咩清南的，有185年。嗰時候廿八一發通堂講係第9月13號，也係有意思嘅嘛，就係第3年的紀念。好，當天我們在12號就先幫他做生日。哦，提前做嘅嘛。對對，那12號晚上幫他做生日，13號開始，從今天開始就可以預約登城門。哦，有登城門。我相信很多人沒有登過城門。係啊，也係古蹟呢，這古蹟可以登，它是石磚的，所以基本上比較沒有什麼大的影響，所以對。可是還是要限制而出，一次20個人，一次20人可以上。某一塊也古蹟，真件東南嘅就純也聽聽呢。唔過看到也圖吼，就順沙來小記一下，唐講吼也順康還有護城河係冇？有。護城河啲條白係真件有幾嘅功能嘅呢？是有它的功能。對啊，沒錯啊，但它這個護城河就在旁邊，東門城旁邊，它可以保護這個裡面的安全。呀，順風就會河呢就會順的咩？所以它其實也是可以防禦一些海盜。海盜是以這邊為主，因為當初新竹是一個很特別的城市哈，它有這個官道，它有絲路，它從這個竹塹港，就是現在的舊港那邊上，沿着頭前溪上來，啊，經過我們的這個渡船頭，啊，金門厝到我們的這個舊社這個地方，就是平埔族跟道卡斯族住的地方，舊社，然後到草到南雅到水田到光田到沙崙到我們的這個這個外媽祖，然後再沿着北門大街進到這個城隍廟這個地方來，這淡水廳是在這個地方，這是官道。那絲路是從這個我們的塹港，就是那個舊港開始，然後沿着我們的大殿到康廊到我們的烏瓦窯到我們的樹林頭到我們的鴨母寮，鴨母寮再到這個沙崙再到外媽祖，再進到這個北門大街，就進到這個淡水廳子這個地方來。唐安斗啊，真你知道市長，你的腦袋裡是有個大地圖嗎？你很強哦！以這個為中心啊，所以這個地方是從海邊的地方從這邊過來，所以這個城比較特別。不過是安內，過來時間就有分官道啊。對，官道從這邊過來，但是以這個地方為集結點哈，然後沿着北門街進到城隍廟來。那最重要就是這個地方是靠近海邊，所以這有兩門的炮台。這個只有一門，這個一個炮台，這個也是一個炮台，這一個炮台，就這個地方是2個炮台。按都比較特殊。不過壓下做清磨啦。磨了，但是這個點還在這個點還看得到。就是基本上大家知道在什麼地方。唔過廿八號就味道啊，剛才有講到嘅咩吼，就185年以前的歷史。哦，有唐豆失蹤，真勁動腔啊！哦。真的不愧是市長，可以把整個地圖還有連舊城的那種的地圖都講得出來安尼。唔講好就會100清主要就會本唔但將喺失蹤地聽，還會有動到嘅民眾啊，佢做得地道也係歷史，或者有動到嘅法通做得本太家啦，可以下係冇。從100也好，就會竹塹城的楊喜門吼185周年的法通，第一咧有看到嘅就係擂鼓十響迎城慶哎，對，我們請那個義姑行啊，就很有名的前台灣很有名的義姑行，在當天的時候就來用這個擂鼓十響來迎城門。今年開始係9月13號嘅時間。9月13就等於是開幕式，也有算係開幕。開幕式係。會有咧開幕式就錯嘅，哦，那會就會有咧登高東門城，就會跟他失蹤有講咧，清南的咧。對，現在可以開始，從今天開始可以，現在就可以，你聽到就可以開始登記，然後就直接我們會辦到28號。哦，失蹤唔知搞有送喜歌冇？你有自己登過動作？有。咁公用嘅。
因为大家听说就冇上去过啊。哎呀，因为看起来冇清过咩，不过迄清难得都在上去吼，看到安尼。对，看到我们的圆环啊，对，看到我们的东门街哈，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个胜利路啊、信义路啊、中正路啊，这个很清楚。尤其迄边做在看到呀相片吼，其实就迄呀东门上的一类夜间的感觉，对，冇共用的。不过大家做在上一下吼，起伫当风。看下去的用的，很较冇共用。不过其迄登东门城的时间，迄逆时条吼，迄白天的时候才可以嘛，对不对？对，白天对可以白天，应该建议一下，可以晚上的风景感觉还不错哈。那开幕那天晚上，我们有上去。没有。可是呀，上去迄算了迄几多就现在来讲是几层楼高啊？它是2层楼高。2层楼高，对。嘿，100做的上去几多少年？20楼，一次开放就是20个人上去。对。哦，大家做的啲顺风等就出嘅，等咧开门就做的上去。啊，上去过后咧，听说有人吼，像失踪案的共用案了解，有偷懒冇？有导览嘛？有偷懒，也有导览就出嘅，会有志工人员。嘿，错。不过佢偷懒的时间，迄上去呀，上杯泥流的长途案的构图，然后大家设计下体育的方向系冇？嘿，就叫小概东边在哪边，西边哪边呐？这整个方向告诉场的关历史。不过偷懒演吼，可能会老呀失踪学一下，就体育历史吼，要会了解一下，就做对老太家讲一系列故事，系冇？比我厉害啦，冇问题啦。对啦，不过吼，刚才有讲到的啊，呀新竹市吼，其实讲起来还清有历史的一个赏识，做对老太家分享一下，其实呀新竹市呀在起面吼，竹堑城有。经历嘛，跟某共用的历史的变化嘛。有东门城它经过了这个清朝，经过了日据时代，然后到现在的这个国民政府的时代，但是在这个期间有2个很大的阶段，就有一就是那个在1728年的时候。那个林爽文事件，哇，林爽文真给林爽文事件，太讲历史课本就会读懂。对，林爽文事件的时候，就是他们因为被林爽文占据了，他们就是把这个客家人啊，跟一些平埔族的人，大家来还工回来，然后把这个林爽文那个赶走。对，哇，也咩用人民的力量吼。对。不过俺堂讲吼，清有名的，因为可能大家就会加点天师天样啊，有看过的就会1895啊，抵到1895就会大家抵迄就被普给骗啦。江少族江少族的哇，里面迄算迄义民军吼，这个案呢起来的咩，这也不是官派案呢，也咩迄大家较抵到的啦。不过这个林爽文事件是比较。后面造成的这个比较早，它造成的这个义民庙的兴建嘛，对，它算始祖就是会跳啦，跳草，因为在这个竹城这边打仗嘛，然后打仗之后把它这个骨骸都收好之后到这个黄寮的地方就不动了，那个车子都不动了，这个你可能你要介绍比较清楚哈，给下清楚。看一下古诗啦哈，因为你哈扮演移民街的哈，移民家是认为。林爽文部队来到信州安尼就信州市、信州县陆家街的乡亲几下街下汉就街下汉就研究民啦吼，所以你在时间的是，你下讲到移民家来祭拜安样的故事啦吼，我有安尼熟就会因为头摆一只故事。嘿，另外就讲到的是讲1895哈，街下是江少主哈，街是日本人，日本人来到安尼台湾的时间呢，是江少主就处安尼当到乡亲吼，都开到那去抵抗啊。因为日本来的时间其实一开始咩迄啲北埔来吼，北埔安尼，北埔系台北啦，开始安尼打来的。不过来到信州的时间吼，安尼因为当到客家乡亲，平常时就练武啊吼，所以平常时就伫咧练武，所以汉人迄就伫咧读书较多。原本就读书，汉人读书哈，勤耕以读啊哈，你后天的时间去做事落水的时间所以读书，你做事时间加减所以练武强身啊，是就安样的机会呢，所以日本人来的时间呢，
他这个是感觉运动而保护这个的家乡，所以是人民军是归下起来捞去抵抗。该你还想到很多感动啊，就讲江少祖该下就主动到乡亲过来捞去到来抵抗哈。不过后来树体的时间呢，去到东门山街顺条本日本人捉到咧。叫去查马萨系偷啊！首领是谁啊？结果动意识出来咧，就感觉江少祖是一沙田咁样动了，当然也是江少祖，大家有保护起啊，所以后来佢上我啱啱做咁啲本很多鄉親就會就會犧牲，其實一個自殺，真係可能係伊個大家就知道嘅故事，不過也係真實發生啲新竹嘅伊個故事、歷史嘅故事哦。跟朱建成都有關係啊。係，本來也歷史啊，就跟第一開始講到嘅新竹係伊個輕有歷史文化、古蹟啊、建築啊，就輕有特色嘅素材。本來185周年嘅發通還有乜個精彩內容嚟，等下一張，可以下等下張手機唔太家己喲。